許已沉迷這種斷捨的捉緊，還是住來住去很驚愛上這裏，可能就如監倉困於這裏。也許愛在未來最是半句，時候到注定半秒，為誰般奔走了？期限到時問什麼真的不能棄掉，殘酷到這十年被一邊負累，也像相愛明時，誰曾住心裏造謠，也不可報時。時候到我就得我做人惡好不缺少，期限到每到消失不了，有如報紙，年年月月處處也像垃圾再捨不得了，夜空不了，何謂是家的感覺，究竟多重要？曾住過這地球有幾多間屋，最後不想再搬了，難道是家的感覺最終找到了？